大家睇下呢個景觀，我哋依家喺鰲峰天怡9座23樓，陽台向南，樓下咧係自己屋苑嘅別墅，前邊咧係博愛里最豪華屋苑，遠處咧就係中山富人區雅居樂海洋新城，有連綿起伏嘅五桂山。不過咧長江水庫正好咧就俾最豪園擋到啦。呢一個景觀咧喺博愛路上北邊嘅樓盤咧屬於最好景觀，亦都係鰲峰天怡嘅樓王單位，景觀最開揚嘅。因為9座咧前面係別墅區，又喺最邊位置喎，咁佢亦都引嚟咗博愛路上嘅車流噪音啦。中意樓企開揚靚景觀又係大單位咧，大家咧就冇錯過啦。想要睇樓買樓冇套路，優點缺點都要知啊！大家好，我係阿樂 Alex。嗱，依家帶你睇鰲峰天怡173平方嘅樣板房。睇完樣板房展示單位咧，再詳細同大家介紹周圍嘅環境、生活配套啊。9座咧係2梯2房，南北通雙陽台，4房戶型。餐廳位置咧係比客廳窄少少嘅，少咗1.5米左右啦。嗱，呢個餐廳咧就適合擺長台嘅。北邊陽台咧5.8米長。我哋而家見到咧，佢已經做咗封窗，係拆咗陽台嘅。依家咧係02單位東邊位，如果係01西邊位，下晝晏少少嘅時候咧，陽台咧係有太陽光嘅。旁邊咧係一個保姆房，全贈送面積，依家改成咗洗衣房。呢個洗衣房咧係有窗嘅，都有門嘅。喺旁邊呢個門咧就可以出入，連接到外邊嘅走火樓梯嚟嘅。我哋而家見到呢個位置個牆身咧，亦都可以拆除嘅，佢可以直接連通到廚房，打通咧做一個中西廚房，或者做一個超級大廚房啊，都可以。改造空間咧係比較大嘅。但係餐廳咧顯得唔夠大啊，應該係廚房咧改成咗半開放式，咁中間咧又做咗餐邊櫃同埋呢個吧台，就佔咗一部分嘅位置啦。亦做咗隱藏式冰箱、烤箱、焗爐櫃啦，比較方正 U 型嘅廚房。實際毛坯咧就係咁樣嘅，大家可以睇下。正常嚟講咧，呢個廚房咧睇到空間都算係足夠大嘅。客廳咧長廣威生，闊4.9米，陽台咧亦都拆咗，做成咗封窗。9座位置咧地勢最高，真正嘅樓王單位嚟嘅。依家樣板房展示單位咧喺4樓位置，大家睇下外邊個景觀。係咪已經好有感覺呢？對游泳池正好咧係延能嘅中軸線睇成個花園嘅。如果再高啲樓層咧，感覺又會唔同啊！高樓層咧就可以睇到中山富人區雅居樂海洋新城嘅半山別墅，以及連綿起伏嘅五桂山景啦。喺城區嚟講咧，都算比較開揚個景觀，亦都算係比較難得嘅景觀嘅。呢一個咧都算係一個大嘅賣點啊！客廳旁邊呢間房咧，成個牆身都可以拆嘅。依家樣板房咧就係拆咗，做咗一個多功能嘅大廳啊，4.9米加3米，7.9米闊。呢個改法咧，客廳咧果然係好夠氣派。如果需要使用嘅時候咧，又可以做成一間客房咧，就更加好用啦。依家呢個樣板房展示單位咧係02單位，亦即係東邊位啦。如果係西邊位01單位咧，就細2平方，171平方，相同戶型嚟嘅。實際咧就係毛坯交樓，全部都係現樓，辦完手續咧就可以交樓啦。價錢方面咧，我計咗一個15樓嘅價錢220萬，單價亦即係12,647蚊啦。似乎價錢咧比我之前估價200萬高咗少少，因為再加上裝修嘅話，似乎呢個總價咧有好多選擇喎。譬如話喺旁邊賢能更加靚，整體質素更加高嘅德寶怡高，依家519特價，8座219平方同埋234平方，11座187平方，價錢咧都係12,000蚊，都係中高樓層。嗱，亦都包括旁邊博愛里171平方到214平方嘅，11,000蚊每平方起。嗱，加埋裝修錢咧，遠洋天志、奇觀熱來以及幾個第4代住宅咧都有得選擇喎。嗱，一下咧競爭似乎又好激烈啊！好，睇完咗樣板房咧，有興趣嘅公眾朋友咧，亦都可以帶你到現場實地嚟睇嘅，亦都可以睇你想睇嘅樓層。另外咧，鰲峰天怡帶裝修喺度賣緊嘅咧，就係第3排6座，即係景觀好冇噪音嘅，價錢咧10000幾到12,000蚊每平方。現樓，不過依家咧都係接近尾貨階段嘅。11座咧就係上個月新放出嚟賣嘅，同6座戶型係一樣，89平方3房1次，104平方3房2次，同埋120平方4房南北通雙陽台嘅。
11座咧，因為景觀受限啊，價錢咧就平好多嘅，9000到11000幾蚊每平方。嗱，大家想詳細了解鰲風天怡咧，就睇我上一集視頻，亦即係上一個月做鰲風天怡嘅測評視頻。我做樓盤測評咧，係同其他人完全唔同嘅，係俾你清楚認識到樓盤嘅優點、缺點、周圍環境、生活配套以及本地人嘅觀感嘅，係可以俾你咧好詳細咁了解到樓盤嘅。好，大家想了解中山珠海，包括成個大灣區樓盤，無論新樓盤定係二手樓咧，都可以幫到你嘅。需要咁詳細嘅樓盤情況以及優缺點，可以加我微信或者 WhatsApp。想睇樓可以接送大家過嚟實地考察，了解對比咗之後，慢慢再做選擇。關注訂閱我，睇樓冇套路。